喺我後邊有一棵好靚嘅聖誕樹，大家知道咧聖誕節近啦。但係大家睇翻聖經裏邊咧，講到耶穌基督嗰個降生咧，係冇提到聖誕樹嘅喎。咁究竟聖誕樹係點樣嚟嘅咧？嚇，嗱呢個咧要睇翻古代嘅歐洲，當時係一個農業社會，啲人咧喺10月冰天雪地裏邊咧，其實都期盼咧呢個冬天能夠過去，春天能夠來臨，可以重新咧係耕種嘅。因此佢哋喺10月裏邊咧，就喺屋企裏邊佈置一啲常綠嘅植物啊，去象徵咧希望冬去春來啊。咁啊，呢樣嘢成為當時一種好流行嘅一種嘅做法。咁啊，到咗馬丁路德嘅時代咧，佢就開始喺屋企裏邊佈置啲綠色嘅植物，就成為聖誕樹啦。所以呢樣嘢咧係從德國嗰度開始嘅。咁啊，後尾去到傳到英國嘅時候咧，維多利亞女王就好中意聖誕樹，所以喺皇宮裏邊咧就佈置咁靚嘅聖誕樹啦。由於君王咁樣做，人民百姓亦都係爭相仿效啦，就成為一種嘅風氣。呢種風氣咧，從呢個英國就傳到嚟北美洲、加拿大啊、美國啊咁樣，所以咧聖誕樹就咁樣咧流行起上嚟。咁啊，所以到咗今日有聖誕樹就代表啲人紀念聖誕節，有聖誕節即係話代表咧對基督教嘅尊重同埋咧係認可同埋接受啦，係啦。咁啊嗱，呢方面咧唔係一個真理嘅問題，而係一個文化嘅問題，所以大家可以隨你自己中唔中意，就你話佈置抑或唔佈置聖誕樹都係可以嘅。咁喺呢度咧就恭祝大家有一個快樂嘅聖誕。